永远袂失败，真光带引，天照暗世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困求耶稣，暂愿献死当兵。哦，伊虔诚心中苦难处境，得主快乐，有信心通得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圣道相通，一体受恩享福。我的战场一地天堂快乐，全体受造，甲一个来受福。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刷接来吟519首，伫我救主因光面前。耶稣因光面前，我的主旨，欢喜平安，主你听讨，基督无比，完美因是来感谢你，着高主对伊脚步，大家真情来行天路，无论经过大项代志，常常帮助，安慰夫妻。愿我救主陪着我心，我大听你约定那亲，将我生命献给你，我当我主极大恩情，主你谦卑，无看家己，我心的苦，你洗清去，你好无忧，我来行，这做一体，大家相听。第3站，我看救主，我无吃。经过天晴光耀，我许愿要对一体，大家同行天路无退，日日后背，那行那亲，好难了我，三听无尽，了我应该困过上帝，伊这恶路，伊到万世。咱做伙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要将我的性命、我的时间、阮全人全体来献互你。因为阮得到你无限的恩典、无限的疼心。因为你流了宝血来洗净阮的罪过。我们感谢你要伫敬拜以前我们用诗歌来称赞阿罗你愿我的心带着到你的殿前，我你接纳
欢喜祈祷，我是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各位兄弟平安，请咱用欢喜的心来敬拜上帝。
我的心神啊，着称赞上主，着用全部的心神学罗伊的性命。我的心神啊，着称赞上主，毋通袂记得伊一切的恩惠。请撒克来金诗学罗上帝，信诗633首，少年信徒历代为主干净。请大家起立来跟转首。请阮同心压头来祈祷，全人公义、人民的阿爸爸上帝，愿要学罗你的性命，因为你创造宇宙万物，陪伴这个土地，成做咱徛起的所在，互阮享受你美好的创造。阮要感谢你赏赐阮丰盛的性命，搁伫万人中拣选阮做你的囝儿。伫患难中，做阮及时的帮衬甲倚靠。今日早起，阮自职来敬拜你，要用谦卑安静的心，听伊的话语甲教示。亲爱的主耶稣，阮要感谢你无比的疼，甘愿为着拯救阮来到世间，受定伫十字架顶，用你的宝血洗清阮的罪。主啊，阮要用你来认罪悔改。恳求你赦免阮拢总的歹，互阮有清洁的心。阮的心门向你拍开，求信心来住伫阮内面，帮助阮了解圣经的启示，脱离罪恶的试探，来行好事，就是上帝大心陪伴的，要互咱行伊。怜悯慈悲怜悯的主上帝。感谢你特别赐阮伫台湾，当新冠病毒犹原伫全世界拓开的时，伫台湾疫情煞会当得到控制，嘛得到教育的疫苗，互百姓得到保护，生活、工课、学习拢渐渐恢复正常，嘛会当放心转来教会做礼拜。你的恩典实在奇妙。即马伫阮教会
兄弟中间也有足侪人也未完成2剂疫苗注射，恳求你来看顾保守伊，伫完成注射了后，袂拄着危险的副作用，身体臃肿健康。顶礼拜，阮选出新任的长老甲执事，要来刷接教会做的事工，求信心坚固因的信心，有毋茫，有疼心，有智慧，来带领众兄弟姊妹，伫主内面结连一体，继续成长，成做合你心意的教会。只是阮也要为着身体欠安、家庭有问题、工课拄着困难的人来祈祷，恳求上帝特别看顾安慰因的心灵，赏赐因信心甲气力，为因开路，早日脱离忧伤困苦的情景。毋望今日的礼拜有你来带领，阮会当通过罗牧师的讲道来了解圣经的道理。阮将今日的聚会交托伫你的手中，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请咱三个来交读启应文第34篇，也就是诗篇146篇。我来客兄弟来译，着称赞上主。我一心要称赞上主。毋通我靠君王。伊一个断去就归途。靠雅各的上帝帮赞的人真有福气。伊创造天地海，嘛创造其中万物。伊为着枉屈的人伸冤。上主讨棒受关押的人。上主扶起受压制的人。上主保护厝外人，伊扶持孤儿寡妇。上主会永远做王。这声着称赞上主。这是要请圣歌队小团来学乐上帝，因所要引的新歌是平静、勇气、智慧。
请咱大家来恭守上帝的话，记载伫马可福音第12章28节到34节。有一个经学教师来，听到耶稣甲撒都该派的人在辩论，看耶稣应了真对，就问伊，所有的诫命中，哪一条第一重要？耶稣应讲，第一是以色列啊，恁着听主，咱的上帝是独一的主，你着专心、专情、专意、专力听主你的上帝。第二是着听厝边，亲像听家己，无别的诫命比遮的搁较重要。迄个经学教师对耶稣讲：“老师，你所讲的真对。你讲上帝只有一位，伊以外无别个。我讲着用专心、专智、专力听上帝，搁听厝边，亲像听家己，是比现拢总的烧化剂甲祭物搁较要紧。”耶稣看到伊应了真有智慧，就甲伊讲：“你离上帝国无远。”迄时以后，无人敢搁问耶稣啥物问题。圣经读到遮，愿上帝赐福听伊的话的人。这时要请罗牧师来讲道，伊要讲的题目是“阮甲上帝国的距离”。咱同心来祈祷，听阮的主，感谢你，搁一摆，互阮自己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恳求你的信心进入到阮每一位兄弟的心，拍开阮的心，拍开阮的目睭，也拍开阮的耳孔，来搁较认捌你，恳求你甲阮同在，互阮会使。搁一摆透过圣经来甲你相见，祈祷是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敬听的兄弟，大家平安。今仔日要甲大家分享耶稣所教导上大的诫命，这是咱真熟悉的。但是今仔日咱为马可福音的角度来看，伫马可福音内面。是描写耶稣到着耶路撒冷了后，伊有一寡时间伫圣殿内面咧行来行去，有人就问耶稣讲真侪问题，但是遮问耶稣的人有一寡是想要陷害耶稣，是想要找耶稣的画柄来陷害伊，但是有一个人，伊只是徛咧遐看，伊听到耶稣甲人辩论，应了真对，就真感动。伊就想要问耶稣一个问题。这个经学教师，这个人是经学教师，伫当时的人想要了解要安怎照上帝律法来生活，伊就会来问经学教师。咱会使看到伫马可福音内面，伊记载即位经学教师来问耶稣问题，伊并无歹意。但是其他的福音书，马太福音伊就记载讲，有一个经学教师想要用即个问题来陷害耶稣。那伫路加福音内面，是经学教师想要了解安怎才会得到永远的活命。但是今仔日伫马可福音内面，咱看到即位经学教师，伊的动机并无歹意，伊是唯一马可福音描写经学教师肯定的故事，也就是说明伫当时，毋是所有的经学教师拢想要陷害耶稣，拢想要反对耶稣。这个故事最后，耶稣学了即位经学教师。你离上帝国无远。今仔日，咱嘛做伙来思考，咱
甲上帝国的距离，我们与上帝国的距离。这个经学教师问耶稣提出的问题，是伫当时犹太人彼此咧讨论时常常会问的一个问题，也就是会使判断一位老师伊的思想。伫犹太教的经典内面有记载，有一个人想要挑战即个希列拉比，伊就问伊讲：伫我用一支脚徛起的时间内，请你教我全部的妥拉，就是圣经的部分。然后咧，即位拉比回答：你所讨厌的，莫加伫别人的身上，就是规本的圣经，其他的拢是相关的款式，但你着照安尼去行。即个意思是讲，对当时的人来讲，伊问老师讲，在我用单脚站稳的时间内，就是无长的时间内，请教导我整本妥拉。伊的回答是：你所亚信的，袂使行伫别人身上。然后，这就是规本的妥拉，你着照安尼去行。共款，今仔日的经文，耶稣嘛是互人问到类似的问题。所有诫命中，倒一条是上重要的？耶稣的回答，伊结合了《生命记》甲《利未记》。耶稣回答，这两条是上重要的。耶稣讲：以色列啊，你着听耶和华咱的上帝，是道义的耶和华。这个部分，就是耶稣讲上帝是道义的上帝。这个部分也甲犹太人的信仰其实是同款的，就是对犹太人来讲，伊嘛相信上帝是道义的上帝。虽然犹太教甲基督教有无同款的部分，但是伫遮耶稣回答即个犹太人来讲，伊和伊是同款相信上帝是道义的主。这个部分只有马可福音记载。这段经文是伫犹太人咧祈祷的时阵，拢会讲到的上帝是道义的主。然后耶稣佫继续讲，你着尽心、尽性、尽力听你的上帝，佫听厝边亲像家己。耶稣互经学教师问，倒一条诫命是上重要的？但是耶稣回答两条诫命，伊将旧约圣经的《生命记》甲《利未记》的精髓，甲伊结合做伙，来甲即个经学教师讲。但是上重要的，就是讲即个听，即个听是实践的听，这个听伫遮是动词，而不是名词。而咱看到即段经文，讲到听的对象有三个部分，就是听上帝，佮听家己，佮听厝边。那安尼，咱看到即条诫命的时阵，毋是讲强迫咱着爱去听上帝，嘛毋是讲要互咱有罪恶感，感觉咱无听上帝。即条经文是要帮助咱，即个听是对咱发自内心的听，领受上帝互咱的听了后，咱感谢上帝来回应上帝。而且遮讲的听是规个性命投入的听，用咱的一生来听上帝。安尼的听，毋是要帮助咱认为讲咱无够听上帝，安尼的听是要帮助咱用咱的一世人来听上帝。但是这个听是咱甲上帝的关系是不断咧成长的，不断咧实践的听。另外，这段经文也讲到，将这个听上帝甲听厝边亲像家己，甲伊联合做伙，来要表达讲，听上帝是用规个生命咧听上帝。但是安尼听甲听厝边的听无共款，因为如果咱若用听厝边的听，用规个生命来听厝边的
疼，安尼，咱会变做一种偶像的崇拜。所以，即段经文所讲的疼厝边亲像家己，即个意思是讲用疼家己的方式来疼别人，也就是讲，毋是讲，也就是讲，咱用疼家己的方式来疼别人。但是，即段经文常常会互人误解，可能爱变做咱爱疼厝边亲像家己遐尼济。其实，即段经文是咧讲，咱可能爱先了解要安怎疼家己，才有法度疼咱的厝边。也就是讲，如果咱若无正确，若无对家己搁较亲的人物，真实的活出家己，真实的接纳家己的上帝所创造的家己。如果咱若无安尼了解家己的话，咱无法度将安尼疼分享互别人。所以伫遮即段经文所要讲的是，咱爱先疼家己，知影安怎接纳家己，才有法度疼咱厝边的人。有可能安尼解说，有人无法度接受，先疼家己无法度接受，就亲像600年前的加里文，伊认为即段经文无讲到先疼家己，因为伊当时的处境，伊认为逐个人伤过疼家己。伫过去传统的解释，即个疼家己常常将自私自利、骄傲刻做伙。但是即马疼家己是一种认捌家己、接纳家己、接受家己的上帝所创造的代志。那安尼，咱看到即段经文，马可福音12章31节，你着疼厝边亲像家己。即段经文也无排除讲，咱着爱先疼家己的即种想法。但是伫今仔日咱的处境来讲，疼家己是重要的，因为咱认捌家己了后，咱才有法度好好啊接受家己，然后好好啊疼家己，咱才有法度将安尼的疼嘛对待咱身躯边的人，照着认捌家己、接受家己来学习要安怎妥当疼咱身躯边的人。伫遮咱看到即段经文，耶稣应了后，即个经学教师也非常同意耶稣的回答。伊阁讲，着专心、专志、专力疼上帝，阁疼厝边亲像家己，是比拢总的烧化祭甲祭米较重要。安尼的观点嘛是旧约圣经先知的信仰，就是强调疼的重要。献祭是次要的代志，就是疼较重要。而咱看到即段圣经马可福音所记载的是，耶稣伫咧圣殿内面，甲人有真侪人咧甲伊讨论，有真侪人咧问伊问题。而耶稣伫马可福音所记载的是，大先耶稣入到圣殿的时阵，伊洁净圣殿，也就是讲，有一寡咧当时有一寡祭米，有一寡献祭，迄个次序比疼较重要。所以，即个经学教师回应耶稣的意思是讲，疼是上重要的。经学教师嘛，搁一摆解说也肯定耶稣的回答真好。而同时，耶稣嘛同款来肯定即位经学教师真有智慧。耶稣甲伊讲：“你离上帝国无远。”即个意思是讲，毋是讲就是排除伊伫上帝国外口。耶稣无排除伊伫上帝国外口。你离上帝国无远，是一个邀请。即个经学教师已经了解，疼厝边、疼家己，是真实甲敬拜上帝来联合起来。那呢，上帝国
是每一工咱拢会使享受的，是每一工咱都会使伫生活中，互上帝来掌管的。所以耶稣回应即个经学教师，伊真有智慧，离上帝国无远，是一个邀请。伊已经理解疼上帝、疼厝边、疼家己，那安尼你就会使伫生活伫上帝国的中间。伫遮咱阁看到，遮讲的拢是疼，而即个疼的概念，其实是有公义的概念，就亲像咱伫旧约圣经先知所记载的，行公义、护人民、存谦卑的心，甲上帝相甲同行。所以，遮的疼是有公义的概念。尼布尔讲，即个公义接近即个疼，因为即个公义是无偏私的疼，会使带互人毋望。但是伊嘛毋望即个基督徒无将即个疼变做是一个理想，而忽略即个人性的有限，以及人甲人之间的冲突。即个尼布尔就是大家真熟悉的，就是伊的祈祷文，伊一个临近的祈祷文，也是今仔日圣歌队所献诗的。伊是一个美国的牧师，伊伫1920年代甲1930年代的时阵，伊伫美国迄个福特汽车迄个所在牧会。伊伫牧会的时阵，拄着即个美国的经济大萧条，然后伊看到即个人性的有限，以及讲人性的软弱，后来伊诚做一个神学家，对美国诚有影响，也影响着全世界。所以咱今仔日拢知影伊即个临近的祈祷文。伊伫安尼的状况，伊发现基督教所强调的即个疼，咱袂使去忽略即个人性的有限，以及人甲人之间的冲突。而安尼的疼是有甲公义是有共款，是真疼甲公义是接近的，因为公义是无偏私的疼。这段圣经耶稣讲，即两个上大的诫命，过去有真侪人解说，咱会使看到，这是咱长老教会的阿公牧师，就是高志明牧师，伊伫2年前过身。伊嘛有解说过即段经文，伊认为，若要荣耀上帝的大原则，就是照今仔日即段经文所讲的，疼上帝，疼厝边。即个荣耀上帝是咱解决中教理文所提出的，人的一生就是荣耀上帝。而高志明牧师伊阁讲到，伊认为教会就亲像一只鸟仔，爱用2个翅膀，才有法度飞到去较悬的所在，才有法度飞往正确的方向。而伊讲，即2个翅膀就是疼甲公义，一支是疼，一支是公义。公义甲疼是相做伙的。若无公义做即个脊椎骨，疼就变成溺爱。若是无即个疼，行公义的动机，那安尼就毋是真正的疼。所以咱会使看到，即个高志明牧师咧诠释今仔日所讲的即段经文，疼上帝甲疼厝边的时阵，嘛是将即个疼甲公义来结连。而即2条诫命也提供咱真诠释圣经的原则。咱会使看到，伫第5世纪的时阵，这是奥古斯丁，对咱今仔日来讲是1500年啊。但是伊讲的话，阁直直影响着咱。对今仔日即段圣经，耶稣讲即2条诫命，疼上帝，疼厝边。伊提供了即个诠释圣经的原则。奥古斯丁讲，如果你感觉你已经
了解圣经，也是圣经的倒一个部分。但是照着即种了解，你无法度建立对上帝、对厝边的疼。那安尼，你无了解圣经。另外一方面，如果你的权势对圣经的权势对这疼是有帮助的，虽然你无读出圣经作者当时要表达的代志，但是你的错误嘛毋是啥物致命性的。也就是讲，奥古斯丁伫1500年对这段经文的权势，伊摕来应用咱今仔日看圣经的解说，就要有这两个原则，就是如果你读出来的看法，无互你搁较疼上帝，搁疼厝边，那安尼就是毋对的。但是如果你的看法有帮助对上帝的疼，对厝边的疼，那安尼你虽然讲无读出当时作者所要表达的代志，那安尼嘛毋是啥物大错，你无欺骗任何人。这是奥古斯丁所讲的疼厝边、疼上帝这两个原则。这对咱来讲嘛是一个挑战。今仔日咱看圣经，咱解释圣经，有用这两个原则：疼上帝、疼厝边。咱对圣经的理解，逐个人拢无共款。就像头拄仔我所讲的，这段经文伫现代，咱可能爱先疼家己，才有法度知影要安怎对待别人。但是对加里文600年前来讲，伊的处境来讲，伊认为当时的人伤过疼家己。但是咱要用这两个原则，疼上帝甲疼厝边来了解圣经。如果咱的看法无帮助咱疼上帝、疼厝边，那安尼咱可能是无理解圣经。对这是奥古斯丁所讲的。对我家己来讲，我有一个歹的故事、歹的旅程，对圣经的了解。会记哩，迄个歹是咱国小的时阵，咱就会拄着的。咱国小的时阵，拢咧计算歹的时阵，就是歹等于3嘛。大家佫会记哩无？有这个印象无？伫你国校仔的时阵，嘿，歹等于3。然后当咱伫高中读册的时阵，这个歹就佫变成3.14啊。然后若是咱对歹佫较理解的话，这个歹就是3.141596，伊可能是一个超划的数的一个符号，这个歹。那安尼共款，对圣经的理解嘛共款。咱伫细汉的时阵，咱的理解可能是3，渐渐咱大汉，咱会理解3.14，佮渐渐咱对圣经的理解会佮较宽、佮较深，就是超划的，因为真理是超划的。但是安尼的理解，咱袂使讲徛伫3讲，你这解说你这3.14毋对，也是讲徛伫3.14讲，你这3毋对。每一个人对圣经的理解拢无共款，但是这理解就是这真理是超划的，咱会不断对圣经有佮较宽、佮较深的认识。当咱每一摆读圣经的时阵，所以咱咧解说圣经的时阵，也是咱咧听别人咧解说圣经的时阵，咱用这两个原则，就是疼上帝甲疼厝边。今仔日这段经文，其实对咱每一个人来讲，拢真挑战。当咱伫遮聚会，咱伫遮认识上帝，若咧咱的信仰有帮助咱，佮疼上帝，佮疼厝边，佮疼家己无？伫过去，即个对圣经的权势，拢带来真大的冲突。但是今仔日，咱爱用这两个原则，疼上帝，佮疼厝边，来理解咱对圣经的理解。伫每一个时代，拢会常常误解耶稣的教导。这是每一个时代拢有这个困难，是大还是小尔？伫过去600年前，
马丁路德嘛拄着同款的问题。今仔日是宗教改革纪念日，10月31号。伫咧600年前，1517年宗教改革，而今仔日伫教会节期内面，嘛是接近迄个主圣日，就是咧追思即个过去的先贤安尼的节日。咱咧今仔日伫宗教改革纪念日的时阵，咱搁来看一解，一600年前所发生的代志。伫过去，天主教一直认为，马丁路德是一个背叛者。伊认为马丁路德是要推翻教会，但是经过真济天主教的研究甲对话，伊发现马丁路德毋是要推翻教会，是要改革教会。然后伊伫最近来承认马丁路德是耶稣基督的见证者。新教基督教也对过去认为天主教是腐败黑暗的，也看见教会其实是多元的。伫咧庆祝宗教改革600年的时阵，2017年其实已经正式和好啊。天主教甲基督教伫正式和好，但是伫当时是因为迄个赎罪券的议题，造成真大的冲突。咱会使看到这个图是左边，这是马丁路德，右边这个是一个当时的枢机主教卡耶斯，因两个是当时上出名的神学家。但是伫16世纪，伫即个异端的鉴定场所来就是来讨论。但是伫即个讨论的进程，其实即个主教伊已经看过路德所发表的文章，嘛写了一寡对路德的看法。但是卡耶斯即个枢机主教，伊的问题是，伊用家己的想法，想要理解路德，煞来误解路德所提出的问题，也误解伊想要矫正路德，伊认为路德的想法是毋对的。但是伫即个会场内面，路德嘛无机会去听到迄个枢机主教的主张，路德也无法度理解卡耶斯的神学。所以伫即个场所内面，即个主教就叫路德撤回伊的主张，双方无机会讨论，就安尼罗马的天主教经过4年的时间，就来定罪路德，最后是由即个宗教里奥14伊家己处理，最后就交予即个当时的教宗家己处理。而当时的教宗认为伊家己需要捍卫即个正统信仰，所以就认为路德所传授的圣经是错误的，所以就开始教廷就焚烧路德的作品。伫当时，即个教宗予路德60天的时间内去撤回伊的错误的思想，无就予伊，否则就将他逐出教会。但是结果，咱会使看到讲，这个图是路德就将这个教宗的谕令丢入火中焚烧，来说明路德伊也是维持伊的主张，伊袂撤回伊的主张。而最后梵蒂冈在1521年的1月31号，也就是500年前，将路德正式的逐出教会。而最后，咱会使看到有基督教、新教、有路德，阁有加里文改革宗的基督教。咱看到这个故事，这个过去的历史，就是因为对这个圣经的诠释、解说有无同款的角度，但是后来经过50年的努力，在2017年庆祝宗教改革500周年的时候，
这两个对立的教会，天主教甲基督教，正式来和好。但是，伊是经过50年的努力，将这过去的历史的文件重新搁一摆来对话，伫上帝听的中间有真侪争执，但是就是坚持努力，找出新的开来，来还原真相，来面对历史，一一的澄清，双方提出解说，对话后来承认错误，道歉，互相赦免。然后，这个过程中间，就若亲像有受伤，有这个受伤的伤口，然后打开，慢慢的清理、包扎，真痛，但是基督的痛，就若亲像这个良药，互这个伤口愈合，得到医治。这是今仔日，这个新旧教和好，这是今仔日互咱台湾教会上好的礼物。对冲突、分裂到和好是有可能的，但是每一个步骤拢需要真侪代价。但是这和好是咱基督教真好的、真水的信仰，咱甲上帝和好。咱人甲人之间的冲突嘛会使和好，就亲像这500年前，马丁路德去互人误会是要推翻教会，认为马丁路德所讲的、所解说的圣经是错误的。但是后来天主教道歉悔改，认为马丁路德是耶稣基督的见证者，来和好，互相道歉，互相赦免。那呢，就是伫咧2017年已经正式的和好啊。虽然讲有伫台湾，咱过去有可能嘛有一寡人认为天主教是迄异端，但是今仔日透过即个和好，咱会知咱所信的信仰是共款的，就亲像即段圣经伊所记载，上帝是独一的上帝。就亲像咱的信仰内面有真侪共款的部分，但是有一寡部分是无共款的。但是就是咱对圣经的认识嘛是安尼，共款的部分是咱相信听上帝、听家己、听厝边是重要的，但是有可能有一寡无共款的部分。但是咱对待每一个观点的时阵，每一个人的无共款的观点的时阵，咱需要用更较开阔的心来看、来对待别人，就亲像这段经文所讲的，听上帝，甲听厝边。当咱伫咧教会生活的时阵，也是平常时咱伫咧生活中，这段经文是帮助咱的生活是毋是有哪来哪听上帝、听家己、听厝边。我真感谢上帝，互我伫公园教会受到侪人的疼，也经历着迄个上帝国的疼。毋管伫美美谷，也是学青团契、社青团契、妇女团契，以及侪姊妹的团契，也是有真侪兄弟姊妹的疼，拢互我感受到，真正是活伫咧上帝国内面。安尼团契生活，真正是有经历着迄种上帝国的同在，也看到恁逐家人互相祈祷、互相帮赞的时阵，也感觉迄个上帝的疼，就是伫咱中间。我感觉真奇妙的是，阮逐礼拜已经有2年的时间，差不多每个礼拜天下午拢去拍排球。迄个时间我真欢喜，也真享受伫迄个时间，真感觉迄个互相伫咧迄个互相陪伴的中间，感觉上帝的疼真正是互我经历大大的疼，也感觉真特别。来到遮的时阵，有王慧芬长老的邀请，
我着每一个月会去因兜一摆，做伙灵修，做伙灵修。伫即个过程中，感觉真奇妙。我会感觉即个慧芬长老跟即个美慧姐，他们很像一个智者。就虽然讲伊的年纪甲我有真大的差别，但是对于我来讲，因两个就亲像迄个智者共款来引带我，这是我感觉真奇妙的所在。阁有伫大个兄弟顶面，我看到恁的智慧也帮助我，阁有恁对我付出的疼，拢互我感受到，我真正伫遮经历到上帝国。就亲像即段圣经所描写的，疼上帝、疼家己、疼厝边，那呢，咱就有法着经历上帝国。那呢，今仔日有的人可能将家己也会将自以为良善的理由来解释圣经，利用圣经来表达他们的一个标准。但是在这样的气氛下，马可福音邀请咱用无同款的角度来理解圣经，就是上帝是上重要的，咱疼上帝，然后咱会使疼家己，搁疼厝边，用咱的一生来回应上帝，用疼家己的方式来回应上帝。今仔日咱每一个人，拢有可能亲像即个经学教师共款，带着咱想要问的问题来问耶稣。我相信耶稣可能伊的回答，可能是共款，咱着疼上帝、疼家己、疼厝边，将安尼的原则放伫咱的生活中间，咱的生活就会无共款。那就亲像即段圣经。耶稣邀请即个经学教师，你经历上帝国无远嘛？上帝国是咱每一个人逐工拢有法着生活享受伫迄个中间的。毋望即段经文诚做咱的帮助，也诚做咱的安慰，也诚做鼓励咱疼家己、疼上帝、疼厝边。咱做伙来祈祷。疼阮的上帝，感谢你，因为你的疼，阮有法度来疼家己、疼别人，也将这段经文放伫阮每一个位兄弟的心内，帮助阮的心更较开阔，也帮助阮当阮咧理解圣经的时阵，帮助阮每一个人来疼上帝、疼厝边，也开阔阮每一个人的心。帮助阮更较认捌家己，来接纳家己，恳求你的信心引带阮每一个人每一天的生活。祈祷是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感谢罗牧师的讲道，请咱三个来念回应的诗。信诗529首，伫我救主荣光面前，请大家起立来跟转首。
且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请事献的同工。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你是阮生命的主宰，阮伫这个世界学习对你的信心，学习安怎来管理阮的生命、财能、财富、时间，做你好的管家，会当得到你的懊恼甲欢喜。阮献上阮的金钱，诚做圣工所用。愿你来感纳，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免。请坐。即时来报告本会消息。第一点，本主日赖勤君牧师伫2场礼拜中讲道，黄牧师前往南寮教会主理礼拜甲新礼典。第二点。后礼拜主日11月7号，2场礼拜中要举行新礼典，请兄弟有备心参加。第三点，顶礼拜主日已经顺利召开临时会员互会，感谢兄弟出席。补选的结果是长老有方东立、陈文进，技术有宋文娟、张清海，梁淑慧、黄永新。长老甲技术的设立。有定伫2022年1月9号台语礼拜中举行。第四点，顶礼拜会员互会了后，有召开长执会的组织会议，初步安排2022年的长执事工积分。第六点，创世纪的查经班即礼拜2 11月2号恢复上课。按时7点半伫1楼，主理是徐小阳长老，课程的内容非常丰富深入，欢迎兄弟参加。第7点，领袖高峰会因为疫情的关系，改做网络上课，详情请看周报。报名费教会有补助，欢迎兄弟伫11月13正前干事报名。第8点是欢迎吴家琪姊妹加做本会的陪参会员，为新德中会龙岗教会转入本会。第9点是请全体的信歌队信歌队员伫主日礼拜了后留落来练习。集体消息，本会高思玉姐妹伫10月27号礼拜3安休主怀，愿主安慰伊族。伊是本会的信徒，明山姊妹的妈妈，文金长老的丈母，有3场的上述的礼拜，时间地点请看周报。要参加的兄弟，请伫1楼服务组多登记，也是干事文静长老阿某来报名。教界消息，第1点，新德中会教育部要举办教会领袖培训的课程，读经的力量甲趣味。讲员是孙宝林牧师，伊是台湾神学院的研究所的新约教授。11月
6号礼拜六，早起8点20分到12点伫新竹教会，欢迎要参加的兄弟干事报名。第2点，总会教育部的委员会举办朱里欧老师灵命培育生活营，主题是滚动式修正基督徒灵性在述。11月19号至20号伫圣经学院，费用是一个人1800块，欢迎要参加的兄弟伫11月7号进前干事报名。来因祝福车庆的诗，信息400首，关注人来甲你同在。金丝线，请牧师祝祷，请起立来敬。主爱的上帝，愿你引带阮每一个人听上帝、听家己、听厝边，恳求你的信心帮助阮，经历你的上帝国的同在。愿耶稣基督的恩典、信心的交通，甲众兄弟三甲伫地，对打到因世代无尽。阿门。灭倒散会。
照留念这样。喂，那个我们从到前面来，好，我们有几样礼物要送哈。好，第一个，因为那个若英老师哈，他接下来他就要陪他的爸爸，因为他爸爸在那个就是南部中风哦，他要陪他爸爸，所以接下来他就不能够帮我们那个伴奏，我们还要找伴奏哈。那我们请那个正芬把这个礼物送给那个若英老师哈。然后接下来就是金句牧师是最后一次在我们教会，然后接下来他就他就要就是算是休息这样子了哈。好，那我们就要把这个礼物请正芬也送给那个金句牧师哈。然后还有这束这个花哈，要送给金句牧师的哈，好，对，好，那。